过的时候，你的配教你的配教是，可是他的你的配教是香港的配教，香港是台湾的，是你在香港回台湾之后的10岁就算对呀。哎对呀，讲一下，你10岁是哪一年？你好，刚才。好的。进来，我们学校这些臭男生早就已经期待很久，一进来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每一个都，那些臭男生每一个。